因为印度警方伫当地车衫雄雄去敲一间网络新闻公司的办公室，也佫有员工的徛家，甚至佫甲人带登去警察局问话。这间网络新闻公司捌互外国媒体讲是支持配合中国对外宣传的工具。那印度的警方伫8月份的时，嘛有针对这间公司立案调查，也毋过即马嘛引起外界质疑，讲安尼施做是在打压媒体、打压言论自由。 警车载新闻记者相关人士陆续到拘留所，代表记者的律师徛伫门口口，互冻掉的无法度入去。कोई हमें वजह अभी तक नहीं बताई गई, न ही हमें ये बताया गया कि किन धाराओं में, किन एफआईआर में, किन किन ऑफेंस में इनको यहाँ पे लाया गया है। इस तरह की कोई जानकारी न तो उनके परिवार वालों को है और न ही हमको दी गई। 印度警方伫当地车衫共同动员搜索网络新闻 NewsClick 的办公室，甲内部真侪做新闻人的徛家，甲相关电脑资料带走，佮没收手机啊。其中有个人佮互带登去问话。综合外国媒体报道，《纽约时报》捌伫8月调查报道表示，这个新闻网站是美国一个好野人申汉支持协助中国对外宣传布局计划工具。申汉佮警员南非的政党甲巴西新闻媒体替中国来宣传。 而印度当局早伫2021年就对这间公司提起诉讼，指控新闻网站接受外国资金，过去3档捌为包括中国等等可疑的管道甲名，摕到3亿8千万的卢比，差不多代表1亿4200万的资金。而且伫今年8月，针对这间公司照反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防治法立案调查。 根据了解 ，NewsClick 是2009年成立的独立新闻媒体，而且真假批评印度总理莫迪，所以这个搜索没受到外界批评，讲是对新闻甲言论自由的恐吓甲镇压。They just took his laptop and his cell phone and went away. Why? What is the charges? What are they investigating? Nobody knows. If this is an attempt to try and muzzle the media. And the press, etc. That the media has faced this early. 维权人士甲反对派议员表示，为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了后，印度的新闻自由度就一直咧收缩，媒体自由度为全球排名第140名降到第161名。当然，无国界记者组织嘛提出警告，表示印度的新闻自由暂时已经出现危机。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